国家主权。后边的总统是民进党唯一当选台北市长，执政成绩非常配合的民进党的市长，咱应该要有志气来替台湾总统，我来精神领导，互咱下当光复台北市。我过去是咱总统。 会顶真多有地位，归随伊八当。我相信台北市的光华行会，我感觉我少年，我因为台北市的边境离年，女性是86岁过，男性80岁，所以只要台北市还有光复。 我认为，我会当对宣言脚步，啊，台北市光复，要来恢复台北市作为首都的风范。现主时，台北市亲像山海关，门户东开，5星旗到处飘扬，连习近平的像，都伫立法院的门口挂着，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事情。 我要代表我们一起来固守3年，两岸关系嘛愈来愈紧张。我也希望台北市市长的身份，会当邀请世界和平民主的国家的首都共同来组成一个世界和平首都联盟。 如果全世界爱和平甲民主的国家的首都，拢会当共同为世界和平来推动的时阵，就亲像东北韩经过1年的紧张，已经和平在望。台湾甲中国的关系，咱嘛还有决心，会当照咱的目标去，但是。 要维持和平甲发展，我认为，如果会当韩总统来到此路，就继续来加油，大家会当团结的时阵，透过台北市，咱会当来保护台湾；透过台北市，咱共同互台湾变做一个和平、充满正义的国家。 这是咱共同的目标，希望大家共同来努力，感谢，特别祝。